就是差不多90年伊当阵前后，迄个水煮唱片，我拢伫水煮唱片。任将达就是伊个头家，水煮唱片头家介绍我和有心来熟悉，因为迄阵有心来要出一块唱片。这现场演唱第2集嘛，跟大家想要第2集，他没有第1集，伊无第1集哦，伊敢有第2集尔，因为第1集是陈明章的现场演唱第1集，所以你家想讲，伊这是第2集，我知影是安尼哦。迄阵是阿达介绍我和伊熟悉，阮去一个录音室，无啥练啦。就我一支吉他，伊一支吉他，中间佫有一人分一支萨克斯风，迄人分1、2条尔。其实拢是我和伊对头到尾。录音师是黄连玉，迄张唱片伫迄个节奏，安尼一暝甲录好一张唱片。伊个歌足特别的，你无需要足复杂的编曲，伊个歌的意思就会出来。伊个歌的艺术就会出来，所以迄阵是当啊较伊熟悉，伊唱歌嘛袂歹，人嘛好斗阵，伊的想法足侪。自迄阵开始，就有和伊做伙出去演出，做伙出去做通告表演。私底下，伊迄阵是台大嘛，台大研究所，所以讲伊有法住伫遐。我嘛是住伫遐，我毋是研究所，我是研究所后壁的贫民窟，所以迄阵有安尼来来去去，我嘛有去伊的所在找伊，伊嘛有来我的所在找伊。迄阵甲含钟啊，迄阵含陈明章拢有来来去去安尼。迄阵是刚开始，我袂晓，我也无人知影讲我是啥物人，所以讲我上互注目的是我的吉他，人会叫我去帮伊弹吉他。